这几天因为疫情，一寡有心的人就算是拍疫苗也是较紧。新大病院伫台南市卫生局的指导之下，为去年5月成立专节照护病房，备有15床，其中9床予确诊者使用，6床予居家隔离者使用，另外有3间3房。那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事情是，以前的产房可能就是一个区域，它只有就是确诊的妈妈，她可能就住在一个病房，然后我们把它当做隔离病房。但是成大做的很完善的事情是，我们把整个产房都很完整的动线规划，从急诊一直到产房、开刀房、生产室，到新生儿，到加护病，甚至新生儿的加护病房，都设置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动线。那这个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。病房运用着病院双倍以上的照护医护人力甲物资，为待产、生产、产后安胎来全面照护，并且新生儿出生了后，就马上甲确诊的母亲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，来避免着传染。那陆陆续续照顾了400多位确诊的一些孕产妇，那也生了115位的新生儿。在大家同心协力下，有非常完善的医疗照护，还有一些通道动线的一些设立。那所有新生儿都没有确诊。有医师分享，妈妈伫生产了后，看袂到囡仔，会烦恼囡仔可能互感染。医护人员拢会透过翕相、录影，随时提供囡仔的状况，互妈妈会当放心。面对一个不太一样，她本来怀孕要生小孩应该很开心啊，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，一个确诊事情，她可能没办法在她原本的地方生产了。但是到成大医院来之后，她就会发现说，每一件事情都按部就班。那大家通通都帮她设想好了，不管她是在医疗上需要的、生活上需要的、宝宝需要的，其实大家都帮她设想好了。新大病院专节产房的设立，伫有心的人上需要陪伴的时阵，互因无后顾之忧的因家新生命，完成这个值得骄傲的使命甲成果。台南新闻杨硕怀采访报道。